中山以下呢啲地方嘅樓啊，打死都唔好碰，唔使問我點解，聽我接下嚟講嘅，你就自然明白啦。我真係唔明點解咁多深圳、廣州甚至香港嘅朋友硬係要踩中山呢啲坑。我之前條片呢都已經講過好多次噶啦，但係偏偏仲有人早唔甩。我同你講，呢啲地方嘅樓啊，買咗就好似買部車咁，今日買咗，聽日就貶值。講白咗就係中山嘅韭菜地，可以唔碰嘅就千祈唔好碰。買咗最後邊呢啲地方嘅樓啊，就等於留翻個全家寶啦，以後想賣都賣唔出。今日最後同你哋再講多一次，第一，古鎮一個鎮區嘅位置，居然賣到市區嘅價，都唔知邊個俾佢嘅勇氣。以前嘅古鎮幾旺啊，車水馬龍，人來人往。依家嘅古鎮啊，淨係得翻人走茶涼，人口流失20%，產業仲走咗30%。中山依家一路向東發展，古鎮喺中山嘅最西北位。之後如果冇大型嘅項目撐住，冇政策扶持，啲低端製造業遲早執笠。呢度仲有咩前途？第二，林森嘅南朗，17到19年嗰陣時，樓價可以炒到18000到2萬蚊一方，依家直接冧到7000幾、8000幾，放咗成年都賣唔出，泡沫冧到渣都冇，泡沫吹到咁大，又冇高端產業托住，人口少，消費力又弱。早幾年呢，喺呢度入手嘅人，依家個個都俾套到實一實，想走都走唔甩。第三，北部嘅三角、黃埔、浮沙呢啲地方真係冇得頂，差到呢都冇朋友嘅。城市面貌差，產業、交通、教育樣樣都落後，睇唔到任何發展潛力，未來真係呢冇咩指望。第四，東升、小欖、東鳳呢啲地方呢，本身就係工業底色，人口同產業有一啲，但係都係啲低端製造業為主，淨係得翻啲低端廠撐住，人均產能低，人工又平，工廠外來人口呢又多又亂，成個鎮區環境同面貌都好粗，住得又唔舒服。第五，南頭、五桂山、民眾呢3個板塊千祈唔好碰，尤其是南頭。如果有人叫你響呢度投資，根本就係喺度害你。入邊7成都係產業用地，剩低3成先係住宅。要發展成型，周期長到你冇癮，配套又差，仲好意思講咩保值？第六，火炬開發區，除咗太陽城同博愛路呢2個板塊，其他地方都唔好碰。要麼就係響工業區入邊，日頭夜晚都嘈；要麼就係老破小宅堆，環境差到冇朋友，住得呢又唔舒服。第七，港口五桂山，雖然挨住中山主城區，但又冇產業，冇大量外來人口流入，尤其是五桂山，完全可以直接 pass， 真係唔使睇。佢周圍唔係山呢，就係啲技術學校，淨係得個交通算方便啲，但自身配套差到離譜，幾乎冇外地人會睇得上眼。依家剛需類型嘅住房想賣翻出去，真係難到貼地。第八，神灣板湖，完全就係中山嘅南方之地，三斗鎮區，呢2個鎮區常年 GDP 倒數，人口倒數，產業都倒數，10足10嘅三斗鎮區，送俾本地人都唔想要，買咗呢度你只可以去田坑、松菠蘿啦。依家中山買樓記住3點：冇交通、冇現狀、冇規劃嘅，千祈唔好買。你買咗，要麼就係永久房東，一世都賣唔出；要麼就平到貼底，都冇人要。唔使問我點解，你去問下前幾年買咗呢啲地方嘅人，睇下佢哋依家咩情況就知。片嘅最後，如果近期你有買樓嘅需求，但又唔係話好了解中山樓市嘅，蕭生呢度用咗2個月時間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買房白皮書，入邊包含咗中山200幾個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用紅色字體標注出嚟嘅，全部都係有重大不利因素，分晒 ICU 入邊啦。到時冇話我冇提醒你哋下。另外仲有一份中山每個鎮區嘅情況介紹同梯隊排行，仲有板塊細分優劣勢分析同能級排布。需要嘅你掃下上方嘅2維碼，我幫你安排。仲有咩區域同樓盤攞唔定主意都可以私信聯絡蕭生，1對1覆你。中山買房，蕭生幫你手。